今日开始，赶紧来关心凯美风台受地形的影响。过去3点钟，伊的强度有略减弱，但过即马暴风圈同款是打伫咱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顶悬，各地拢有风雨，对咱台湾的威胁嘛也搁伫咧。但个风台强度是有咧减弱，咱来听气象署伫拄则上新的说明。 大家早安！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3号台风凯米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这个台风目前的中心位置是在新竹的西北西方，大概8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它的暴风半径呢，其实还是笼罩在大部分的台湾上空。而且随着台风逐渐的往西北方向前进，大概会在今天傍晚的前后会登陆到中国的福建的沿岸。此时会是对于金门跟马祖来说影响最大的时候。 西半部地区，尤其中南部的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当中有一些发展比较像红色区域，这个是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的地方。当它在移入的时候，就会带来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短延时的强降雨啊。那过去这几个小时，其实在高雄跟屏东都有部分的侧站时雨量超过100毫米。 最大的累积雨量目前还是在宜兰的太平山有超过1200毫米。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随着台风逐渐进入台湾海峡，我们这边开始吹起西南风之后，中部跟南部的降雨呢就变得比较明显了。尤其在高雄跟屏东，都有部分的山区已经超过1000毫米以上。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其实包括整个西半部。 尤其是苗栗以南地区都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出现，其他地方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的大雨或豪雨啊。我们也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比较大的阵风分成2个区域包括像迎风面的彰化以南，一直到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这边，我们还是观测到沿海有10级到11级的强阵风。我们预计这个样子的情况在今天白天还是会持续。 另外一个强风的区域，则是在比较靠近东北角的地方，包括苏澳阵风有来到12级，基隆的阵风呢，目前也有11级的阵风出现，沿海的空旷地方甚至有12到13级的强阵风哦。我们同时还是要提醒这个区域的风力虽然不会像昨天台风直接侵袭的时候这么大，但是其实沿海还是会有非常大的阵风出现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